这个角色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是在于他对于很多事情，因为背负了家里面很多的包袱，所以对于自己长大以后想要过的生活，其实就是按照家里面的期待，就是为了别人的期待而生活的一个角色。然后包括他的工作，然后包括他的家庭，他有一个妻子，然后长得非常的靓丽，然后工作能力很强。但是两个人仅止于就是很表面的一些沟通，并没有沟通到非常深层心里面的部分。印象最深刻的一场，我觉得是我觉得拍起来蛮辛苦的一场，是我跟维尼争执以后，我把他拖到浴室里面开水龙头淋他的那场戏。紧讲，莫搁讲动啦。我会什么呀爸？没呀爸，妈该呀没。以你那吊车尾的成绩啊，你觉得你当得上主任外科医生吗？你现在只不过是小小的打杂而已。水的，还没追？水。放开我！走！那场戏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很困难，因为我觉得要对一个人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，尤其是又是演戏。那这个东西，因为我是把它从客厅拉到房间，然后再拖到浴室，要把它拖进去，然后往地上，就是要往地上拖，然后再要开那个水龙头浇他，就是淋他身，就是淋他的头跟身体。走，让我放电啦！上海来了 Oscar， 你懂凶嘿？那你说话大语啊！你不要伤害我就好了。我觉得那场真的，我在演的时候都觉得很不舒服，就是我不想对一个女孩子做这件事情，这又怕她撞到头或者是撞到玻璃，然后还要浇水在她身上，然后还要骂她。我个人是还蛮温和的人，虽然我脾气不好，但我也不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一个女生，就是。所以我觉得演戏很好玩，就是你会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那这为什么叫做明天一起去乐园呢？因为我从来没有拍一部戏是从脸圆圆的时候拍到脸瘦瘦的时候，所以这一路的过程呢是非常好玩的。所以我们一家人呢都变瘦了。明天可以一起去减肥，或者明天一起去乐园，一定要看哦。